这间公司也是阿嬷做主。阿嬷有讲啊，等若无做总经理以后，伊就直接互俊杰做接班人。到时阵哦，你就继续做你的万年副总。来，副总，我就知哦，这边的比赛一定会赢。你了太有才情啊啦，啥人会使甲你比？俊杰经理人伫咧遮的，讲话莫安尼啦。哎呦，人俊杰今日才袂见过咧，咱公司有遮团结的好兄弟弟的吼，公司一定会无问题啦。这两个，进前明明拢咧讲俊豪的歹话。好兄弟，李俊杰，这是我的庆功宴，感谢你来替我庆祝啦。这杯我敬你，来，恭喜。那个有啦，上美丽、上有才华、食品研发部的刘慧婷，这杯我敬你。慧婷啊，你讲咱两个人是不是天生一对啊？哦，副总，恁甲慧婷哦，徛做伙，真正是郎才女貌，对不你这对？边甲副总金一个无？啊？七个，好啊好啦，莫闹啦，是要亲一个啊？搞当作是啥？啊，你这说生气创啥？无要紧啦，我这个人袂扣分啦。也是副总英明，对不？对啦。对吧对吧？对了，俊豪，你要搞一寡代志要处理，先离开。好，恭喜。你要离开哦，我跟你做伙，跟你做伙去。对啊，好一点。你先走的啦。俊豪，你莫安尼啦。俊豪，你莫安尼啊，你啉伤济啊，莫来卡来手来好无？是啊，那啉遐济啊，酒摕来一直灌，我倒最后你啉嘛，吼，等我一下。俊姐，今摆我赢，你会记得咱两个赛外赛的代志哈？俊豪，之前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从来无答应过你要甲你比什么赛外赛。无要紧啊，不管你会记得还是袂记得，刘慧婷都已经是我的啊，吼。俊豪，你种从人当作是物件歹习惯，你上好的习惯紧改掉，好无？来，俊豪来，啉水啦，莫啉遐济啦，来，啉水。慧婷，今仔吼，你爱留来陪伫我身躯边，别当走哦。哎呦，俊豪，你莫安尼啦，我预说你啦，你真正啉足济呢，咱遐卤啦。我甲你讲过啊，今日袂用啦，我要转去甲阮爸研究新的菜单，吼。那来慧婷，我想煞送你东西。哦，好，麻烦你。大家，你家己到我遮，我甲慧婷先来去吼。啊，你会记交代价哦，交代价，听到无？哈，交代价哦，拜拜。俊杰，刘慧婷。俊杰即摆心情一定足歹的，我应该要安怎安慰伊才好？啊，毋过伊比赛的输嘛是因为我无论讲啥物好彩就拢无啥着的。是嘞！你是讲比赛？我袂怪你啊。受读心术哦，我哪会知我在受啥？你嘛较拜托的，咱两个自细汉斗阵大汉，又可是厝边，你咧受伤，我哪有可能唔知啊？啊，看你拄则对伫我后壁，点点拢无出声，我都已经知影你是毋是有啥物话想要对我讲，对吧？是嘞啦，害你无做着副总。这无啥啊，我是真心哦欣赏你开发的产品。你的烤玉米会当赢，迄是因为你做物件会当人食了有一种温暖又较幸福的感觉。所以哦，你唔流出这个天分，而且上介重要的是，你有一条充满着温暖的心。我当初就是因为你这句话啦，
我就来去应征一品的食品研发专员哦。真是了。当然啦，而且哦，我入去公司了后，你给我真侪鼓励，还有真侪真好的建议，所以我就愈做愈有成就感。俊杰，多谢你。对啦，这摆比赛俊豪会使赢，我只要替伊感觉欢喜。你嘛知影自细汉阮两个常常摕来做比较，我真正做不该安尼。你讲的哦，我会当理解啦。对啊，其实哦，你甲俊豪两个人拢有家己厉害的所在呢。若是会当互恁两个人安尼好好发挥，我感觉对公司发展一定愈来愈好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啊对啦，你的冷冻食品的夜市系列，敢有要继续开发落去？当然啊。安尼，要继续开发啥？啊，我想到啊，迄个溪水夜市哦，有一打葱抓饼最好食，你敢有食过？我知呀，而且一定要加伊辣椒对，哇，这打真正好食诶！若是会当做成冷冻食品哦，一定会大卖。要个我，咱嘛当然想看卖，看要来做大肠包小肠。哎，那讲到大肠包小肠，不是我咧操蛋，有一间南街夜市遐，伊的米肠我是家己灌的，迄那个哦，伊的米差个就香。迄间我知影，要个有一间嘛足好食的，就是哦，伫大华夜市附近有一档哦，每暗10点拢会伫遐摆档的大肠包小肠，迄档嘛足好食。大华夜市，我哪唔知伫阮当附近尔呢？啊，伊边仔迄上大的特色就是拢会挂一个大大的灯笼啊，你有看过？我无印象呢。来，我有相片。哦，谢谢，好，我看。对啊。哎，哇，这内底是酸菜吗？酸菜对。对啊。啊，边仔是啥？边仔这是小黄瓜。哦，小黄瓜。对啊。早起你厝的路边，我早就已经。刚要落雨呢。真的。哦。哇。哎，头前有一间超商，咱去那边哦，随便买好爽。好啊。给。来，对。日子若继续落去，无法度离开你。将基尾，咱一品嘛是爱交互俊杰来换。啊，你有想过，你即马副总互俊豪做，敢袂对咱俊杰打击到伊的自信？袂啦妈，你莫想遐济啦，俊杰无遮尔简单就失志啦。回点毋管咱怎啦，我就是感觉吼，咱俊杰才应该做副总。其实哦，阿妈，我感觉你会当放心，俊杰，我相信伊一定袂参像你讲的共款，伊无遐尔简单就互拍败，我对伊有信心。若毋是你哦，为着要冲家己的业绩，偷啊走去买，去互俊豪掠着，哪会害安尼俊杰连变盘的机会都无？连阿嬷想要替咱俊杰讲话啊，都无入场啦。啊，俊杰，伊遐尔有风度，我相信伊嘛会当接受即款的结果啊。阿姊，你搁咧无闲哦？啊，你毋是去庆功宴，那遐尼早就转来啊？对啊。嘉伟。你看，你先来啊！哎，俊杰，你哪会来？第三我转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哎，车坐。好，坐下。俊杰，要啉啥物无？免，拄则阮两个哦，伫边的超商啉过啊。哇，这样做保单啊？我看起来你也是袂歹哦。不，普通啦。啥物咧普通？我甲你讲哦，我阿姊哦，伫个公司是业绩王，会当讲是No.1。啊，我最近哦，压力真正有够大的。公司竟然要求伊哦，伫个年底进前哦，要有3000万的业绩呢。啊，若无年终就无通好领哦。你讲是毋是足合的？ 3000万，
确实是袂少的。是啊，虽然高额保单利润本行袂歹，但不过阮主要的客户群就是资产管理的高端客户，若是要达成业绩，确实无简单。有啊，我一个朋友，伊拢做好业，常常拢咧烦恼讲身躯边收济钱，惊学袂开啊。我将因介绍你熟识好无？哦，那安尼就麻烦了，多谢你。不过我想讲吼，你是唔通参像俊豪介绍遐酒肉朋友哦。顶届因见面的时阵呢，竟然讲我阿姊一直灌酒呢，结果还正想讲我阿姊冤家。哦，刘慧婷，你真正是足差的呢。别，放心，我遐朋友伊无咧啉酒的，就甲我共款，拢甲人爱啉咖啡尔。哦，安尼真好啊。我嘛爱啉咖啡。这就叫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啦。我刚才你甲俊豪无共款。啊对啊，我想要借一个洗手间的。哦，我带你去。哦好。加。好。你这边过，门遐就是啊。哪一边？电话就伫咧门的边啊。哦，好。做啥啦？阿姊，我没讲啦。俊杰是因为拄则阮两个做伙参加庆功宴，伊顺路送我回来尔啦。我才唔敢想想，我的男神对我有意思。哎呦，看你咧嘴笑目笑，还讲袂晓想哦。哎呀！好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你放心，我是感觉讲哦，俊杰送你回来啊，迄是因为对你有意思。阿姊，你讲啥？爸出车祸？是病医卡来啦，讲爸出车祸，即马当咧开刀。哈？即摆是安怎？咱有需要带什么物件去啊？好，你两个先别紧张，我看安尼啊，我先甲你做伙去看下者，看到时阵有需要摕什么物件，我再等下替你摕，好不？好，多谢你。咱要去之前哦，先甲佩娟阿姨讲一声，叫因跟咱做伙去。好啊，给。我是刘正贵的查某囝，阮爸即摆状况安怎？恁爸爸的头壳受到严重的弄伤，伤势真严重。因为情况有较紧急，所以阮医生帮伊动手术啊。那咧手术的结果安怎？手术的过程真顺利，目前人嘛无性命的危险，只不过伊人还袂清醒，所以我来先送伊去交病房做观察。警察嘞！警察人嘞！哎呀，你做啥物啊？快点去吧！阿姨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给我救伊哦！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一定好起来，咱有信心嘛吼！好。医生，阮即马敢袂当入去病房看吧？即马已经不是看病人的时间啦。医生，我拜托你啦，阮一定要看到阮爸平安，才会当放心啊！拜托。是啊，医生，拜托请你到三工一好不好？拜托。好啦，好，医生，等下。快点。俊杰。来，咖啡。多谢你。小姐。对啊，细汉时阵我就听过真侪恁爸的代志啊。逐摆市场若是有人来找麻烦的时阵，只要一出面，都无人敢动手。伊毋若功夫好，而且身体阁真勇健啊。所以我相信啊，伊一定一定会好起来，你就莫阁烦恼。多谢你安慰我。歹势啦，因为阮爸的代志耽误着你遐尼侪时间。你明仔载搁爱上班的，你已经回去休困啊。所以我赶紧回去休困，你毋才好啊休困毋才对。等恁爸若是出院哦，你甲赵文都要照顾恁爸一段时间呢。这段时间，恁两个姐妹仔都要甲身体顾好，毋通拍歹去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我跟阮阿姊哦，一定好好照顾家己。对啊，
明仔载阮甲你请假的，敢袂当？我替你请假。等我恁爸状况若是较稳定了，才去倒来上班。要到研发部的代志，我嘛已经交代可心，要到其他的同事去做啊，放心啦。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感谢你才好。讲什么感谢？咱是好朋友的。今仔若换做我拄着这款代志，我相信你嘛会感觉关心我，对吧？好啦，你紧转去啦。你明仔载搁爱上班呢，你为我做代志已经有够济啊。你若继续踮伫遮，我真正感觉袂得开。哦，好啊，我知啊。那呢，你定爱找时间休困，人受忝。也够有啦。若是有啥物需要我的所在，你一定爱甲我讲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先来去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请总经理宣布。各位，我伫遮向大家宣布，为今日开始，李俊豪先生正式升起来做咱的业务行销部的副总。恭喜你，俊豪！多谢大家啦。当初对拍摄。请问你是要找啥？请问李俊豪先生是倒一位？我就是啦。歹势，做有啥物代志是吗？俊豪，等一下。各位，今日的会议暂时先到这，散会。请问警察先生，唔知影恁找李俊豪先生有啥物代志哦？阮调查出肇事车辆的车主就是李俊豪先生。昨晚我甲同事聚餐，确实有啉酒啦。毋过我的车是请朋友开转去的。警察先生，你讲向弄到迄个人，敢是叫做刘正富啊？是。你哪会知影这件代志啊？代志是安尼啦，漳州尾结束了，我想要送惠庭等，爱一等下就接到电话讲，因爸要车动送去卖，我嘛有甲惠庭啊，做去看因爸。伊即马人安怎哈？即马伫咧看护病房，然后被精神。哦，所以惠庭今日才会请假不来上班，是发生这种代志哦。俊豪，你老实讲。阿嬷，我敢无开车啦？啊，你的车到底是啥物人开的啊？我昨暗啉足济，我嘛唔知影到底是对一个朋友开我的车动去的啊。你遐尔宝贝你迄台车，哪有可能啥物人开你也唔知影？俊豪，阿嬷，妈，我入去看卖。哦，紧去，谢你啊。无怪，昨昏俊豪倒来的时阵，迄几人拢怪怪。学弟，永庆路一段的车号已经有来到案啦，我拄正做笔录。俊豪，妈，阿姨，妈，你来遮？俊豪，是的啦，妈妈昨昏替你开车回去的时阵，阿姨，这看下去，敢真正是你开车弄着的？是啦，
啊，我一落车我就看伊倒伫路边诶，我规暝哦拢困袂去，啊良心不安。我嘛惊讲阮俊豪会受到牵连，才会走来警察局自首。阮今日要甲夏明宽送去地检署。唔是啦，开车人唔是我嘛，是我。俊，你哪呢？别冲动。我已经讲啊，开车人是我，你要了我就好，了我，好。开车，你慢点。是我妈是诬告的。你是讲啥呗？叫我车到现场的时阵，要紧有人发现一定伫现场啊。车顶头嘛采集到伊伫现场打着头的痕迹，伊查某的衫嘛捌到老先生的血。妈，俊杰，这麻烦你好好替我照顾俊豪。是。妈。最后的结局，请你相信妈，俊豪，这一切小决定，跋倒敢要有啥物道理？但是我不应该叫我妈替我开车。可是怎么后日，伊若什么时间查，我妈的形势更加做重的。那我对不起的慧婷，还佫对不起嘉文啊！好，俊豪，你先麻烦了，你莫安尼作证。咱即摆当唔嘛，就是希望政府阿姐赶紧证实，还佫有阿阳冇主动自首啊。我想，伫现期的部分，应该有机会会当减轻啊。我希望真正通安尼。万一我先甲这件代志转去，甲妈还甲阿妈讲一声，啊你一人伫遮讲有问题，我等下做了笔录，我来去地检署，看是不是能甲我妈先报出来。好，那我先来去。俊豪，会记得，若是需要我的所在，会记得敲我啊。好。